总是相逢应不识，生不灭，冰水霜。崔海棠听完搿个3000块洋钿的这样一桩事体，心里想，搿种感觉也是感动，也是难过，但是反去管理。崔海棠当然晓得自家的生命没机会日价值，所以让3短的辰光，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：3000块洋钿往边浪向放这样一放。而囡恩的婚事，囡恩的终身是最大的事体，所以搿一家人家是有这样的，爷为囡恩，囡恩为爷。崔海棠响叮当，今朝夜里向，我虽是陪，我也要陪到金陵追家。韩老先生，侯先生，你让我用什么话感谢您？哎呦，师傅上给，我是你粉丝哟！哎呀，还做个电视听我开心死了呀，真开心！别讲，给微信给。有一件事情呢，我想拜托你呀。啥事体啊？按文理来说，3000块洋钿实际上都不收嘛，那应该是我亲自跟囡恩去拿里碰出来。当然啊，你不晓得要去讲，你晓得不？别人那是搞奇怪。但是我这个身体，我晓得我打不开，所以我想拜托你了，先生。你陪妹爸陪囡恩啊，到金陵追家去拿这个3000块洋钿碰出来啊！实际上都不收嘛，3000块等于50万人民币，你舍得噶？你定心得落噶？我不信您韩老先生，我现在我还去相信谁呀？德林啊！拜托了，我开心给，我恨不得帮你去做这种事体了啦！哎呦，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啥的事体？等会儿美宝啊，美宝呢？你别和他说啊，我到这来过了啊。张铺里晓得子，心里要急的。是。吴先生，你再什么特心呀？我要等你配对呀！我真的看见你靠我得不得了，我为本不知还请你签名了呀！不瞒你说，我这坐都坐不住了。说你身体一塌糊涂，是不了。那么侯先生，我晓得你身体不好呀，是啊，你今朝们再点出去休息啊，等到身体好嘛，要么我来忙你，要么你来白相，好啦。谢谢。这位啊！言语匆匆。哎呦，不放心。师傅上，开侯先生，这位侯先生。崔海棠回到自家房间里，一看嘛，囡恩分走，搿么蛮好。哪呢？本来是伤心事一夜天的心事，原来是3000块这样桩事体，我搿个囡恩真的本事养着，搿块石头砰落下来，才等来囡恩走来。明白来着，花泥面毛出来嘛，台浪向一放，大摇天还有台浪一抱嘛。爸爸，来，吃面。这个辰光快嚓，一歇辰光，3夜快到这。崔海棠是晓得，今朝夜里向要紧的，但是我现在辣房间里向，假使我不转个说话，囡恩阿娘也相信这个家动侪不敢动。我要让你，哪呢？搿鸭饭是嘎子加眼，稍微弄脱2口，弄好子之后，崔海棠身浪向啪啪哈子扎哈。我说美宝啊，爸爸，今晚上爸爸要到天长舞台，爸爸去一下。不要去了，你这身体。爸爸不是去做跳壁虫啊，那去做什么？爸爸去和他们说一声，从今往后再也不跳了。这人呢，得讲信用。是。要带第一等有个角儿，做你们谁也讲信用的呀。爸爸，那你慢点走啊。你小心着点哦。放心好，爸爸好多了，看着也好多了呢。
去了啊。慢点走。崔海棠一步一步往着门口头出去，搿么谁叫菊儿？搿只家刚刚跨出去，想啥不离想着啥要紧的事体，好了，重新回转来。我说妹宝啊，哎，爸爸，什么事吧？那天黑大叔嘛，不是给咱钱了？是呀。要还他。哎，这黑大叔还有好几位兄弟啊，就那么几天都像自家的兄弟，还真有点依依不舍。有些话要说说呢。你一个人在站房里啊，太寂寞了。没事你也出去就溜达溜达啊。知道了。崔海棠冲了冲，让你忙着外头出去，打出柴房时看见斜对面有根电线木头蛮粗，冲了冲过去电线木头背后头一立。啥天？今朝我要等来侬出场。搿么没办哪哈呢？哦哟，那是大起忙头子，要规则换衣裳，但是也换一摊。啥天没得路上要排队呀？所以挑一摊自家觉着最漂亮的衣裳，身浪向一只，打扮好书生们，在松安房门口。大伯，你倒是分享的今朝的后本的老先生，始终绑到崔海棠是靠活到现在。好了。小姑娘来帮门啊！老先生门一开，崔海棠关上的闲话，忘记得勾勾停停。大伯，进来进来！哎呀，大伯，你是不晓得，你老娘讲靠活是靠活得不得了。大伯，我卖场的事我爸爸知道了。他怎么会开心啊？他肯定很难过。哎呀，老先生不理想他，呀，死垮的嘞！虽然他们的微微说，啥个领导给他来，我不能他里讲的。哎呀，好生不流动我，老先生不流动我本事还蛮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不，我，来你吃得真在。啊！是我辣辣想，3000块让你碰出来，你要看见的肯定靠我得不得了，到搿个辰光才靠我呀！哎呀，死夸在！上年纪不来再！吓死我了！那么那现在我爸爸走了，到看场舞台去了。说你奶奶搞个身体回去都贴被动啊？不是的，爸爸说了，他要去跟他们说呢，从今往后不做跳壁虫了。大伯啊，咱们走了。似乎有点过热了，今朝你要是愿意让你出去快点呗。咁你啥最不好意思，最不好。老先生，你出去呢，虽然今朝也不出去买厂，但是搿把金鱼呢，这个大皮在讲，背要挪一挪侬啊，来加上挪哈，金鱼一挪，山高头忙着外头出去，出柴房，不晓得今朝忙金陵最佳。那可不是3个人去，其实4个人背后头会跟好一个崔海棠。搿么楼下我哪今朝都去忙队噻，啥天么再往上他可下半日自水课呀。大学里呀管理比较松，所以等到吃中饭屋里向吃喝，留下来速路理发店吃。等到理发店出来是哈哟，搿只队人都相信。啥天么哪有包队？路到门子上有副思想爬上去，顶关滑下来，一路当回到屋里向啪啪，红木山里大门拉开来，啥天哟，腰里向有相亲个腿弯不去，身浪向西装一贴太漂亮的。那么随头装掀开呀，不是虚头，西装二三十脱一改。啥天么今朝到眉板旁头顶眼睛，不能自家扎得了太一线，撑得眉板后手，那么还不能扎了一百姓普通通，顶还么只要知也是么我讲漂亮，但眉板也真还是一对的样子，黄盖是盖，红个了白个了，黑个我侪不灵个，一个没有在，一套有点米色的西装啪拿出来，里向300个衬衫，搿领导呢，哎哟，搿个掀开领导不得了，不是虚的哟，搿种透风啊，实际上头个透风中还张亮不得了，盖一条金黄颜色的领导，上头有一点点咖啡颜色的鲜花头啪拿过来，领导打一打黑，西装一扎，脚浪向粉皮皮啊，上亮，镜子里向一只没，就他娘把么子，啪，300个揪头拿过来，呀，西装袋袋里向一塞，等到侪梳洗好么，像啥回事啥地上哦，
对着台浪向一瓶香水拎过来，啊，男人又想说用高，那从前呀，搿种古龙水，嚯，搿个香水不得了，香得那哈么，你喷个2朵，起码要像狗不离包。搿楼下我拿过来了，高子，你3喷地了，喷它半瓶。等到弄好水的嘛，当，修得狗猫房门口。姑妈，楼向一个早中个已经打好子，欢喜看书的人，所以过些辰光就盖那个沙发浪向，立浪看书，听见是少华旁门的声音，是少华吗？是，进来吧。哦，大门就谁开？推开人带里向，姑妈。乖乖，一股香味的喷香。少华，瞧瞧，先我怎么了？像不像个新郎官？哎，现在个小囡个皮囊搿能厚哦，自家讲自家像不像新郎官啊？是，搿个也是儿子哦。你用不着打扮，你是已经漂亮啊！像的，真好看。姑妈，时间不早了，请。时间不早了。怎么时间不早了？这不是晚上7点吗？对啊，晚上7点。那现在2点。2点，现在2点就去，太早了点了。说个这叫，说你2点我就让他等着。姑妈差不多了，早点去呗。你哪晓得陆香一个心思？其实陆香一个心老早到这个饭店里向去着，但是现在辰光实际上子穷了个面，也吃不消。少华，姑妈，等一会儿吧，再等一会儿啊！别急，再等一会儿啊！别急。有啥办法呢？你3000块钱你跑头的呀？你不去，我去领毛印了。我讲你今朝是代表乡亲啊，太回不去，好吧？那就再等一会儿。回到房间里，哟，这个日脚难过哦，多做，谁做，多做，谁做，一下半日分10个，睡了房间里向，日子堆来堆去。但材料块嘛，实在并不够，才当修过来嘛。姑妈，少华，进来。姑妈，差不多了。是，时间差不多，我就在等你。是，请。不，再等一会儿。什么？稍起只要等一些，我还要拿件衣服呢。哎呀，陆香一过来哦，房间里向红木衫里是哇拉开的，搿里向全部侪是衣裳。陆香一过来拿件啥个衣裳呢？一件墨绿颜色短大衣搭拿出来。陆香一身浪向里哪能打扮？非常简单，黑颜色的丝绒旗袍。那么来想搿件墨绿颜色短大衣身浪向一扎，哎呀，望上去搿种漂亮，搿种端庄，少华，姑妈，行了。哎呀，姑妈，什么行不行？您啊，天下第一大美女。我要第一大美女了。姑妈，差不多来了。行了，来，我搀着你走吧。好的，走吧。姑妈，小心啊！不是有什么东西给忘了？哎呀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不要介绍这样。姑妈，快点走吧。走。你不知道我现在的记性越来越差。哎呀，正常的。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给忘了。楼香一步一步追出来，追至5路5路，不里想起来这3000块。哦，我去拿。3000块后退回不去个。一根当奔进房间，那么楼下话天黑这样，你开只灯呢，来不及，没办法，就要一进到里向个眼光，嘟噜噜四面寻到个面对了。哦，来，上100种差不多，拿过来一个，当奔灯，啥个么子呀？背了个子，1块钱，一看么搿只副 CD 哟，今朝哪里？回到房间里，那么灯开着。台浪向重新包一包哈嘛，眼睛嘟噜噜的四面寻过来，一看嘛，哦哟，眼头不打光了，水浪茶几浪向，搿个100种是个人，怒喊回出来，灯关脱，忘记姑妈，是不是这个？是的，知道你性急，大清早起的，我就叫天才把它给取出来了。姑妈你拿着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别人都讲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我说不对，世上只有姑妈好，咱姑妈才最好。啥天家啊？还是儿子实讲拍马屁，实讲奉承。当然晓得，乃是今朝要我去口中卖宝，现在说起来拍板。少话，我叫王大奶讲，用不着去，用不着到外面去，
其实我心里想，我已经替你搿块板啊，已经拍下来。你做我个女婿，我真求之不得。但是现在个闲话不能搭理讲明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看看车准备好没有。啊，那是最好了。姑妈稍等啊！呱呱呱呱呱呱呱！啥个啰嗦？你想忙正行的出去啊？你谈也不要谈，吃嘛实在太吃。那个爷昨日夜里向10间都办生意，连人分得，因为那个爷上海随头人数一数二大老板，难分得搿一次生意只能搁辣半空当中。所以你到约好自己个大老板约好，今朝牛鬼来让大三牛帮头。大老板为错一些辰光，马上就要上车子外头，车子全部准备好着。那么为啥会分手？手浪向为半根香烟，喝脱吃香烟是讲为半根香烟喝脱子灰脱子嘛，马上动身了，是。盖了个沙发浪向，让喝香烟，让动脑筋留下来谈生意嘛，哪了？哎呀，在让最后搿个年头个辰光，只听见搿个后头呱呱呱呱呱，皮鞋声音听得出，儿子嘛，嘿，前脚把我打了。也要忙着外头去了，等到你搿只脚啪打出来，也往搿边一看嘛，乖乖，儿子今朝身浪向寒流逼听，一股香蜜条浪飘过来。小菊啊，你也晓得爷在农地不容易啊，你当我生用说伐？看，前脚辣窗出来，汪一声，可没办法。楼山我再活了，看见爷一天呀，但爷门前是毕恭毕敬。奶奶，生活吃不破也要出去了。我关照侬今朝不许出去，今朝侬就当我蹲辣屋里向问功课，我当侬讲。很实在，很实在。爸爸，我本来是不出去的，现在没有办法。什么的？出去我还没办法。对啊。啥个没办法？是姑妈叫我带她出去。写出了第二个。晓得么？看见阿姐铺里侬，阿姐可会把子砰挤到那个门前，姑妈关着侬出去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姑妈，关着侬陪伊出去了。不行啊！姑妈，嘘！吓得嘞！小菊啊，我几乎真惊我个阿姐啊，乃是上得姑妈这个嘘嘘嘘啊！那么巧么是在巧，虽然一嘘嘛，背头个路向前巧搿只脚吧嗒跨出来，路远一看。阿姐身浪向搿种打扮，搿种那个样子一看就晓得，今朝搿阿姐要到外头去，随头就关照个小区办理。搿句闲话里讲得对个，看见阿姐，搿兄弟极其恭敬，要进沙发浪向立起来嘛。阿姐房间里实在一气不过，要想到外头去白相相。那么今朝真的不巧，大三元搿面一桌已经侪坐好了，一笔重要的生意，搿么我。没办法，阿姐侬预备搿关照一说话，阿姑妈关照侬陪姑妈出去白相是吧？蛮好蛮好，阿姐散散心散散心啊！你都安客气，你姑妈嘛是人，我呢不是人。啊，这样，这些部车子，侬用好了啊！哎，来，哎。哦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我今天功课没做完，不行，我不能出去，我要做功课去。哎，小菊，哎，我要做功课去。侬小菊，侬放掉的。不是你，我不做完功课，你又骂还我晓得侬功课好个啊，侬就是夜里向不做功课，侬明朝早浪向做功课照样好个。我当侬讲，今朝姑妈搿个哦，看中侬，侬陪姑妈出去，我当侬讲，姑妈身体不大好，侬陪伊好好叫，让伊当心点，人家开心啊，是。侬吃那搞啥名堂去了？一定要我出去？一定要去啊，今朝。我本来不去的啊，是你逼着我去的。你死快了，我逼了，好，我逼了，好吧，我逼了。爸爸，我还有个条件。有条件，晓得，小区要开调货了，少这个农地也用的。啊，侬讲好了，我要么不出去啊。今天出去以后，每天都要出去。从这小猪，我挂我人了，我挂。陆先生一看嘛，哟，这个牙不像牙儿子啊，反正儿子是不是要上来要紧要他是吧？这追吧，这硬柱子上拿个阿是儿子忙着外头拖出去，车子老早已经准备好着。陆先生最后进车子，车门砰一关。陆师傅呢？上车子，阿福开车，金陵酒家，车子一路开出去，发现那个陆师傅竟在急得不得了。为啥？哎呀，到美班一喊的。7点钟也碰头，美班肯定急的。那么我昨日是来早起的，今朝已经来着，6点多出来，
把了牙上手一揉，一手他结棍辰光，没办法接这个。阿福，在过马路，开快点！搿阿福辣开车子呀，阿福男司机，小个男司机也是年纪大不是个，年纪是轻的，只有37头，搿么那男司机小林美长，车子开至10几年载，也是叫林美长的了。头不觉得对山羊眼睛一眯眯，眼子看清片片，往马路跑地了。哎，搿个是车子呀！路浪向见过人来，一个不当心出事体，小人负责家。啊是，但是吃内饭也没办法个，搿么哪快点子喂？搿只家油门浪向哪一脚？好，搿部车嚓出去。阿福啊，前头确实路口呀。搿辰光红绿灯唔拨人过个呀，你自家要当心点。呀，一路过去嘛，看也分仔细看。等到速度上来，眼睛没人远个人已经发现着，但是来不及。搿只脚刹车浪向，当一脚么车子停下来，我个声音难听个，停下来嘛呐！阿福自家晓得，今朝搿个人看上去把我撞死脱着，吓得里那么眼睛闭了。开车子个人侪是搿个，事体了，一比小人也凶；有子事体呢，吓得不声音个人，眼睛闭了，鼻子一吸，才上不顺完，做不少事体，所以眼睛慢慢些张开来看。我个朋友来了车头门口，车窗摇下来，头透出去一看，呼，危害了，危害！说的搿个人啊，搿只家离开自家车头菊花，总还有半个米粒。哎哟，你想哎呀好个啦！我得让后来退一步。喂，哎，那个老弟是哪成个啦？老不可可听上个啊？死夸子害人不是俺害发个不？那烂死天的哈！你还得我半心你也晓得？烂死你那个烂死天的也晓得？哦哟，总是危害，你也不个哇？不可能个，眼睛不个，烂死天的。搿个一位老先生是啥人？李虽是川海堂。川海堂有几岁？川海堂今年40岁，还分得一点点。那么40岁年纪嘛，那已经是老先生。川海堂搿个毛病，到今朝一日，我就用4个字形容。搿个4个字，平常辰光碰勿大着。搿个是4个字呢，叫淫将随末。所以川海堂其实搿个人已经挺勿着，歪了了，追路也追勿快，你是面立辣浪公路前头搿个山高头，所以背头望上去，实头像一位老先生。走得慢，反应也慢。搿部车子砰上来，你眼睛一闭，晓得回救着。所以当场辰光，搿个人啪一惊。我现在讲搿个车子急刹车，录像机辣浪里向砰砰砰砰，为好冲击冲动，双手锁定，抬起来对门一看。上天愤怒被人家夹伤，录像一分看出来，一分看出来，车头浪向搿面个老先生，搿个人就川海堂一分看出来。假使看出来是，后来你看出来呢，我搭里两高头马上就回转去走啊，不是？没丝毫个走啊，不是？录像一分看出来，但是看没分看出来，搿个司机个闲话实在是难听，一拍了侪辣骂人。所以录像伊心地善良，阿福。郭太太，什么话呢？不是，这个吓得我不想不能骂人了啊！今儿没撞到人，上大吉了啊！我们应该让他们呢啊，让娘，吃那边中国娘怎么娘？到搿个辰光，川海堂方式清醒，搿是里向稍微一点点个辰光醒着，耳朵里也听见搿有开车子个人，咣啷骂三门，侪是难听闲话。心里向也气，其实川海堂搿个里向何止搿个一点点个气，一大堆侪是个气，你恨不得随时要寻个人惺惺相骂，
骂他两声大病三门，出去。但是衣裳骂不动。第二，打哪个种人寻啥项目？第三，颜色换过去，搿么一个山高头，哦哟，已经接近金陵追家。好了，二十追吧。过了崔海棠一声不响，头一低，忙着门前哒过去了。不晓得几步路冲过去，搿只脚踏上上家以后，就听见背后头哔哔哔哔哔哔。崔海棠走过来一看嘛，伊奇怪了，为什搿部车子？伊我娘奶这样，你啥天为要盯了我上不是盯了你上个药，搿部车子里个娘也带金陵追加，车子停下来，阿夫是规矩司机嘛，对过来没怕，拿车门拉一拉开，楼下下踏下车子。崔海棠现在辣浪啥地方？所以离开搿一部车子，也是起来，所以让10几步路开嘛。哦，原来那搿部车子，你也是到搿趟上下来。现在辰光崔海棠是啥个心理呢？你叫与我为乡。啥讲？让我看一看，刚刚搿个西家啥样的凶，不要说得。搿个东家搿张面孔一定凶神恶煞一般，你也相信？你也相信？我崔海棠里不追着，对胖回过来对搿面一看，不晓得对搿面一看嘛，崔海棠一眼，出乎意料，啥凶神恶煞？带出来一位舍友，一位青年，家中马相在啊！你晓得崔海棠搿个辰光，你心里向你辣浪比较，哪能比较？你侬自家年纪轻个辰光，崔海棠搭门前搿位青年，你辣浪比下来啥人漂亮？漂亮搿句话哪能说呢？是各有千秋，哪有哪个漂亮，我有我漂亮。但是崔海棠自家晓得，我有一样物事肯定不及搿一位青年。上天搿位青年身浪向西装革履，但是难看个，一看就看得出，一个读书人像一个大和尚嘛。这样漂亮，为像个大和尚。崔海棠马上怕想啥？想了啥？侬啊！哎，我听老先生当我讲的，你认得搿位舍友是啥个大和尚？侬假使你认得搿个舍友远离搿种貌相的一半，远离什么一半，你要看眼闭着。留下来就看见搿一个青年对过来了，对过来，侬门啪一开，老少对过来。哥吗？那么陆香怡从车子里出来的辰光呢，先是搿个皮鞋里塞出来，崔海棠一看呢，高跟皮鞋，女就就不要看的，崔海棠啪头拔过去，往门前要追着，陆香怡出来说话了，哥妈啊，这就是金陵酒家，对，挺有气派的。当然啊，我问你呢，是那姑娘她是在楼上等我们，还是在楼下呢？在楼上呢。啊，走吧。是吧？挺有气派的。崔海棠追至几步路，耳朵里闪过来一个人的声音，奇怪了，这个女的声音哪熟得了？像是啥地方听见些过，熟得了。崔海棠这或者是熟，分享再多了是熟，是不由自知。你就甚至搿个声音非常熟悉，搿个声音你头拔过去，不晓得头拔过去对搿么一看嘛，你不要看过去，你啥地看过去？你看过去，搿一个人就是16年来朝思暮想的梦中之人，陆香怡。假使看见陆香怡，你晓得崔海棠哪能激动？全身搿个血哗，往正头顶浪向砰浪冲上来哦！搿个人三个立不稳实讲，头重脚轻立不稳实讲。像你陆香怡，你哪会得辣浪街道？你哪会得辣浪街道？奇怪了，你哪会得辣浪街道？我甚至呢几乎日讲，我以为你不辣浪上海，你哪会得辣浪街道？所以搿种激动的。默默思念。
身，咫尺相对，一非中情。心少非君，负一女。谁与你泪盈眶，百度心。他不该当你叫一样一手抽离，那时的心上想一想，你那分别哦，你为是那样子，你为啥个漂亮，啥个都做。最后当一了让比赛，你了我自家了的想一遍，我现在最后当我会这样想，我现在这种样子，上海人一句闲话叫比赛。那叫我难打上去，发比赛。现在吹开堂，你眼光太晚，啥的？过些辰光，录像一个台段文、语味文已经很深很深，你看不出来。哎，他呼呼少王多情，你让嫁给一个青年，你让叫啥少华？这个名字哪说的了？少华。哦，想起来着，想起来，不是来了当讲了吗？还有个青年，你姓罗，叫罗少华。你再听，十二将弓马成。哎呀，那就是罗少华。哎呀，崔一堂，你可别让你说不清爽了，你说不清爽。啥天，搿老先生当我讲出这样许多闲话里向分地啥个罗香怡，啥个公嘛，分地啥个搿一个名字。葛么罗香怡，你今朝你哪会得来？你是晓得今朝是要碰头侬，你是调回来的，为什么你不晓得？其实崔海堂过去我难万去弄清爽，搿桩事体只有两个14岁以上弄得清爽，你弄不清爽。崔海堂搿个辰光有一种考核，叫啥？你是丁家军天南考核，叫打破天下无名，只得来手不费功夫。侬啊，你也晓得，你留下来旁头娘子，崔海堂。最后也考，总是上天有眼，今朝为让我辣浪最后的辰光，让我得罗香怡见一面。搿个真的，我一直埋怨你，实在力有眼睛啊！他一步步向西，欲将情深。崔海堂，你嘴巴辣浪动，啥天你也像海上相依，叫啥奇怪？嘴巴动之激动，搿场相依的随便哪海不出，他挖到口边，今非出身。看他们用啊用，富贵难了知人知面乃知心，只怕世态炎凉，他
早就放恩情，水牛与乞丐同欢乐，哦，水牛身过女儿是个美长生。相依啊相依，不是我崔海棠侬来看我，毕竟你夫妻两个人分开至10几花年数，我真不晓得你现在你是啥个心情。反正我倒是一腔热情，我打上了海一声相依，你都怕回过来一看，哦，搿个算是我这是我想啊，崔海棠，这个上面搞什么难过？这个日脚我当然难过了。假使你脑子里动1个念头一手，就有可能陆三你身体哈了，都要追搿部车子随了让闺蜜两行勾起来，走进车子，车子走，那是今生今世再不可能办的。陆三，你现在追，我最海棠理解。我非得理解，我顶到顶，我也可以替你来解释搿个一切。但是你弄我崔海棠来毁脱，那个囡恩你也继续下去，因为搿一个囡恩有我的一半，搿个囡恩还有你的一半啊！搿个囡恩是天下世界最好最好的囡恩，搿个囡恩，我假使说。我假使我有力气的说我相依啊，我会真不舍得搿个人交拨你了。崔海棠想到给他是为了女儿，跳出这飞闹去。夫妻相偎，谁欺深恩也深？夫妻相偎边浪向，先躲一躲开。今朝定要紧，娘两家头先绑头。所以搿家人家好，崔海棠到过些辰光，啥个事体最微小个事体细节，立刻是为囡恩着想。那是留下来连张破飞、陆相这一个问题，认出自家搿张面孔，崔海棠面孔往边浪向一拨，耳朵里向听得清清爽爽。搿个故事两家头，所以从自家问题一步一步过去，留下来是合家团圆嘛。文章记